蔡老師係咪有啲細路佢出世之後，個家庭就會變得富裕起身？有冇呢啲咁嘅現象？嘿，呢個問題仲講啦，係好多古仔講下先。我有個朋友一出世，個父母親都唔要佢，佢嗰個養父抱咗佢翻去之後咧，事業蒸蒸日上。佢點解要抱呢個仔翻屋企咧？因為佢生極多女，抱咗佢翻去之後咧，佢個養母下一胎生個仔出嚟，但係佢成世人咧，佢都唔知道咧，自己係被收養嘅。或者全家人都保守呢個秘密，都唔講俾佢聽。呢個係真實嘅案例，係我一個老友。有一啲細路一出嚟嘅，父母環境好唔好咧？呢個年柱唔同嘅月柱，兩個都雙生嘅，財星有助旺嘅嗰啲，嗰啲梗係出世富貴之家啦。再配合埋佢嘅大運，又係雙生嘅咁，或者雙合嘅呢啲細路就叫做含金鎖匙出。